第19章，阿波羅伫哥林多的時陣，保羅經過頂邊一帶的所在，就來到以弗所，伫遐拄着幾個門徒，問因講：恁信的時陣受了聖靈啊無？因應講無，也未捌聽見有聖靈賜落來。保羅講：安尼恁受的是什麼洗禮呢？因講是約翰的洗禮。保羅講：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禮。甲百姓講：着信迄個佇伊以後要來的，就是耶穌。因聽見這個話，就奉主耶穌的名受洗。保羅按手佇因的頭頂，聖靈就降佇因的身上，因就講方言，閣講預言，攏總約有12個人。保羅入會堂，好膽講道，連3個月，辯論上帝國的事，勸化眾人。後來有一寡人心內公義毋信，佇眾人面前誹謗保羅，保羅就離開因，也叫門徒甲因分離，就佇吹勒羅的學房日日辯論，安尼有2年的久，叫一切踮佇亞細亞的，無論是猶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攏聽見主的道。上帝借着保羅的手，行一寡非常的奇事，甚至有人對保羅身頂摕手巾，也是圍裙下佇病人的身頂，病就退了，惡鬼也出去。迄時有幾個遊行達位，念咒趕鬼的猶太人，向遐個互惡鬼附的人，南山自稱主耶穌的名，講：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命令恁出來。做這個事的有猶太祭司長司基瓦的7個囝，惡鬼因講：耶穌我認捌，保羅我也知影，恁卻是一罪呢？惡鬼所附的人就跳佇因的身頂，贏其中2個人，制服因，叫因脫目體受傷，對迄個厝內逃走出去。凡那踮佇以弗所的，無論是猶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攏知這個事，也攏驚嚇。主耶穌的名，對安尼就尊大了。遐個已經信的，濟有人來承認，訴說家己所行的事，並所行邪術的，也有真濟人將冊摕來，隨即佇眾人面前燒。因計算冊的價錢，就知影共合5萬塊。主的道大大興旺，而且得勝，就是安尼。這個事完了，保羅心內定意，經過馬其頓、亞該亞，就去耶路撒冷。閣講：我到迄位以後，的確着去羅馬去看看。對安尼，對幫贊伊的人中，找提摩太、以涅多2人去馬其頓，家己暫時等佇亞細亞。迄時因為這個道起的擾亂無少，有一個拍銀的師傅，名叫底米丟，是製造阿底米神銀龕的。伊互這款手藝的人生理發達，伊組織因甲同行的工人講：正為恁知影，咱是倚靠這個生理發財。這個保羅毋但佇以弗所，也幾乎佇亞細亞全地，
因有迷惑真侪人，讲人手所做毋是神，这是恁所看见、所听见。安尼，毋但咱这个事业互人藐视，就是大女神阿底米的庙，也要互人看轻。连阿西亚全地甲普天的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严，也要消灭。众人听见就受气对兴，话着讲，待在以弗所人的阿底米啊，满城拢轰动起来。众人掠保罗甲同行的马其顿人加油，甲阿里达古专心汇入戏园内。保罗想要入去，到百姓迄位，门徒却毋准哩。也有阿西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，找人来考劝伊，毋通冒险到戏园内面。聚集的人纷纷乱乱，有喊叫这个，有喊叫迄个，大半毋知影是为什么聚集。有人将亚历山大对众人中间带出来，犹太人杀伊误情，亚历山大就要求要向百姓分诉，因为因认出伊是犹太人，就大家同声发着讲，待在以弗所人的阿底米啊，安尼约有2点钟，迄城内的书记安抚众人就讲，以弗所人啊，一嘴毋知影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阿底米的庙，甲对丢失迄位落来的像呢？这个事既然是驳袂倒的，恁就着安静，毋通做厝。恁将这个人带来，因并无有偷摕庙中的物，也无谤毒咱的女神。若是底米丢甲伊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，家己放过的日子，也有方便通彼此对告。恁若问别的事，就通照常例自执断定。今仔日的了乱，本是无缘无故，阮难免受心渣。论到这款的自执，阮也讲袂出所以然。讲了这个话，就叫众人散去。